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两者有罪，总是求上帝帮赞。阮这个有罪，常时也时常互真侪声音影响的人，会当伫即时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的老爸是受日本教育的最后一代，伊到小学6年的时阵，伊读册啦吼，读到小学6年，然后伊1年到6年拢做因迄班的班长。所以，伊是互日本老师所学了上厉害的迄个。总是伊对囡仔的管教就是真传统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的成绩，我是阮兜上细汉的，我的成绩真无好，所以伊管教我的方式，就是毋是。逐摆看到我，毋是讲，就是骂啦，吼！每一遍伊若叫我，我就拢知影有代志啊。有代志发生，伊才会叫我，无我拢走离伊，差不多至少秘真远啦，秘真远就对啊。所以伫阮兜吼，我上惊伊，阮老爸。直到我入去到新学院，有一天我转去厝。伊就讲妇人，叫我入去伊的房间。我心内底就开始想，我是倒搭做毋对啊，搁要入去互骂啊的款啊吼。我心内底安尼想啊，想袂到入去了，伊煞摕一笔钱，对，一笔钱，互我。但我讲，你读册爱钱。所以爱欠啊开，所以我伫迄时阵较知影，原来这个世间有一寡人对咱讲，对咱骂，对咱一直责备，甚至咱感觉伊是咧对咱受气。总是有当时遐会受气。对咱讲，对咱骂，遐会受气是疼。其实我到迄时阵较知影咧，爱直到我读新学院的时阵，我嘛相信上帝是用同款的心情安尼咧看待咱。罗马书第1章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对天顶发出受气。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为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伫旧约中，人的罪会引起上帝的受气，然后上帝的受气就时常透过降灾的来显出伊对罪恶的审判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。才会将这个所在，迄个受气翻译做公义的受气义愤。原文受气会当解释做一种上帝对罪回应的一种慢慢烧起来的受气，迄慢慢烧起来的受气。虽然受气是照用咱情绪内底一种强烈的情感，对无？受气是一种强烈的情感。神学家克兰菲德安尼讲，人的受气，就是有真悬单纯的目的，总是所呈现的，不过是一种上帝受气扭曲的反应。因为人的受气拢有罪，上帝的受气。其实是福音嘞，虽然有当时咱感受袂到，是安怎讲？
因为耶稣基督为咱带来拯救的困难，透过信伊为你甲我提供一个伫上帝面前，互伊看做义的地位。看做义的地位吼，咱未来讲到因信称义，称义这个字词的时阵，可能阁会当讲较侪。这个嘛是法律的名词，叫做判你无罪啦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吼。称义叫做判你无罪。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啦翻译做甲上帝有合义的关系。啊，上帝啊判咱无罪，当然咱甲伊有就真好的关系，对无？所以只有遐个甲上帝有关系的人，伊才会对咱的罪受气，敢毋是咧？听我意思吼，受气这样代志，只有咱甲上帝有关系，伊才会甲咱对咱受气啊，对嘛吼？对嘛？若甲咱无关系，上帝就莫插咱就好啊，对无？对嘛吼？所以圣经对头到尾拢咧对咱讲，上帝对咱是怜悯的上帝，总是伊有受气，这就显出伊的义。圣洁主爱的上帝受气的是人不虔不义，无敬虔不义。有一寡学者将这认为。保罗是咧讲，这是咧指是上帝10条诫的头4条甲后6条，因为头4条是咧讲咱甲上帝关系，上帝10条诫。我直接真歹势，未来咱若有机会讲到出来记，咱就会讲较济。迄个甲上帝关系，甲人的关系，后6条是甲人的关系。总是保罗搁较可能咧指出。人雕工破坏甲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是对上帝尊严创造的攻击，所以人不配成做伊的比作。所以罗马书第1章19节说的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。所以，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才对。保罗应该亲像先知吟唱的歌，哈巴谷是安尼吟唱讲，全地要充满对上主荣光的认识，亲像水充满海洋。这是歌啦吼，总是先知咧吟的时阵，咧吟的亲像水充满海洋，意思就是亲像大自然。亲像大自然，人感受到上帝创造的荣光，所以人活伫上帝的世界，他有可能对上主甲伊创造的荣美完全无了解咧。这是保罗伫遮所问的，以及伊所讲的。罗马书第1章2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。这段经节做伙读来，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。保罗其实用的是当时犹太人普遍的观点。透过安尼咧对咱讲，虽然咱无法度看见上帝，总是透过一切受造，上帝已经伫伊的创造内底彰显出来。所以上帝启示对创世开始到今仔日的即时，虽然世界有真多变化，总是拢伫伊的手中，伫人的四周围，甲人的性命内底，咱就通看见，咱有一口气，这就是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。咱来看见这点，所以人无迄个借口讲，我毋知影上帝咧。
这是保罗的推论哦吼。罗马书第1章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转变做空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心思愚妄是指特别指迄个军队无意义的事物，伫新约内底全部出现13遍。拢出现的时阵，拢甲拜偶像有关系。然后，迄个充满黑暗，是指欠缺真正的财物。罗马书第1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所以，斯多德这位牧师，伊是安尼解说这段经节。伊安尼写，伊讲因空虚黑暗愚妄，显明伫拜偶像的行为，因放弃未朽坏神的荣耀，换来必定会朽坏受造物的形象。所以这叫做愚妄的交换。你太会遐讲咧，太会安尼来交换咧？因为安怎？罗马书第1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无将阳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会死灭的人，背照禽兽，通拖顶的像。所以真明显，保罗是引用创世纪当时真出名的希腊文翻译本，叫做70士译本。因为安怎？因为保罗伫遮引用的迄个背照，即字就出对74译本的创世纪第1章23节，然后迄个禽兽就出对创世纪第1章24节。这就亲像希腊神宙斯用迄个霸的形象出现，霸的形象出现吼。然后通拖咧，通拖是出对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，用蛇的形象出现。就亲像咱看到这个哥林多当时所拜的神，这个叫做伊地的神，你有看到无？伊手体是啥物货？蛇。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真熟悉创世纪，因为这是论到最教义的出处。所以保罗的谴责应该是出对诗人来谴责以色列人，出对诗篇106篇20节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替换上帝的阳光。实际上，真侪宗教拢相信世间的生命有神圣性，有迄个真尊贵的所在，就亲像史怀哲。史怀哲一生所追求、强调的，就是尊重生命。所以，这个尊重生命的概念，其实甲真侪人真做伊食素的原因、食菜的原因。总是敬拜偶像，却是一种愚妄的交换。因为咱爱知影一项代志，生命所有的生命拢出对创造伊的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人无去敬拜迄个创造生命的主，却去拜伊创造必定会朽坏的人，背照禽兽、通拖。
安尼毋是真愚戆的交换吗？罗马书第1章2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至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迄个上帝出在，和合本翻译做上帝任凭。这个上帝出在伫刷落来经文内底一直出现。文学上这叫做叠句的形式。希腊文这句应该爱翻译做将因交付，这是一个法定的用词。咱来知影，古早罗马帝国开始就有迄个正式法定的用语，大部分是用伫将这个犯人交付审判。或是将法官判了，将这个人交付法官，也是处决，所以是交付的意思。听有吼？交付的意思。所以会当理解做上帝无阻挡人的罪恶，是要互人要食这个罪恶所得到的果子。自食恶果啦，会当安尼解释。陶德的安尼解释，这位神学家，顶世纪的神学家是安尼解释。伊讲邪恶伫社会顶头带来灾难的扩展，是因果报应，毋是上帝直接的行动。上帝不过是对因自由选择以及应该负的后果。放弃参与的行动而已，听有意思哦？上帝是放弃迄个参与的行动而已。总是近代神学家曾思翰，伊就提醒咱，上帝用这字伫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这字互人交付，也是。互上帝出在，这字真特别，因为伫整段罗马书第8章32节 A 的所在，咱来读看觅这段经节，好，这位来读来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迄个交付既然是伫这个所在出现，读无啥会出来吼。就是互伊的迄个互啊，交付，迄个互伊交付，这字既然直接出现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近代神学家咧提醒咱，上帝交付人伫迄个罪内底，某一个部分是上帝出在人家己行家己的路。出在人交付伫迄个互欲望、缀欲望来行的生活，来得到歹结果以外，这叫做伊的审判。总是上帝并无唔插咱，无甲咱划清界线，所以宁可安尼讲，上帝会出在咱。是审判，嘛是伊的怜悯；是伊的审判，总是嘛是伊的怜悯。就亲像先知安尼讲，出来以赛亚书19章22节，先知讲到埃及的预言的时阵，先知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一定会责罚埃及人，然后甲因医治。因活转身归向上帝的时，伊会听因的祈求，甲伊医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虽然遐对家己情欲生活的人，因糟蹋家己，所以当因糟蹋家己的时阵，是因互上帝交付的家劳。
总是呢，罗马书第1章25节，保罗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门。保罗其实伫遮做出小小的结论啦，用简单的方式定讲一遍21节到23节，对无？保罗伫遮用简单的方式定讲一遍21节到23节，并且上尾伊用列比当时习惯的言语，伫伊讲话的上尾阿拉上帝，称颂上帝。这其实有带有保罗个人参与的迄个意思。罗马书第1章26节到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肉欲，查某人甲查某人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某人自然的关系。查某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。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代志，结果就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所以咱已经读到第2个出在，对无？出在因任凭，咱已经读到第2个出在。咱来知影保罗咧写这张批罗马书的时阵，伊是伫哥林多城。哥林多城这座城古早时代伫迄个时代，一向是无道德来出名的。所以当时希腊人有一句话，有一句俗话啦，讲做一个哥林多人，意思就是这个人真无道德啊。听有意思吼？我讲你是汤人，人袂想讲你是无道德的人啊。总是当时既然因安尼咧讲话，迄种写伫真侪文学内底，当时的文献内底，然后讲做一个哥林多人叫做无道德，意思就是指这个人无道德啊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真有可能将咱伫遮读到的这现象，伫当时的哥林多城真平常。实际上，这种真平常的状况，这行为嘛伫当时的罗马皇帝身躯顶头来出现，因为就亲像主后12年到41年的罗马皇帝叫做加里古拉。伊毋但甲家己的姊妹仔发生关系，嘛甲查甫人发生关系，连尼禄嘛安尼，出名的皇帝叫做尼禄，尼禄嘛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写的情形，是将伊当时有可能看到的状况来写出来。以及听到的状况来写出来，保罗将照本性甲违反本性伫遮做伙写出来。原文吼，就是指这个性关系违背上帝创造的次序甲目的。罗马书第1章2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好，咱已经读到第3个出在啊，对无？上帝出在因，上帝出在因，毋是上帝出在因遮尔简单尔。原文叫做上帝交付因，听有意思吼？将因交互遐个邪恶，将因交互遐个。互因伫迄个所在自食恶果，所以既然人对上帝毋愿认捌，
上帝就将因交伫无健全的心智，人的心思顶头就出现败坏的心思，直到行事讲话拢离开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刷落来，保罗列出21项罪恶的清单。咱后壁有读到，咱煞等下一个小可读者吼。所以总是真歹势，我无法度一个讲啊吼。这个21项的罪恶清单，伫当时斯多葛派、犹太甲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内底，拢时常读到。头4项是一般的罪。罗马书第1章29节 A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像我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，咱也有注意到这21条的罪恶的清单，第一个叫做不义。咱也有注意到迄个，咱18节所读到，一开始咱所读到这段18节所读到，上帝受气是受气啥？人的不虔不义。迄个不义代表的是啥？代表的是人违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上帝出在人，人就会安尼；当上帝出在人，人就会犯这个罪。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就充满不义的代志。直到人甲人的关系拄着破坏。罗马书第1章29节 B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咧读这段的时阵，我拢感觉敢若咧读今仔日的新闻咧。咱若今仔日免今仔日啦吼，等一下就使。等一下你若拍开手机啊。你看咱今仔的新闻，拢啥？敢毋是这？罗马书29节第1章29节的4到30节 A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读来讲卡正后话，诽谤。迄讲较早后话意思，就是讲雕工咧使弄啦，也是咧讲迄个人毋对，在他的挑拨离间，迄个台语有这个意思吼。所以伫今仔日的资讯爆炸、假消息，免去外口，你拍开手机就有的台湾社会。这个讲卡正后话，也是诽谤，甚至是出对公众人物，甲这个逐工出现的名嘴，甚至是记者。罗马书第1章30节 B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怨恨上帝，侮辱人，骄傲夸口。斯多德牧师是安尼形容，这叫做这4项叫做极端的骄傲。人只有真正的骄傲，才会怨恨上帝。罗马书第1章30节 C 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制造是非，忤逆父母。希腊文会当安尼翻译做制造是非，叫做歹事的捏造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项代志有可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，结果你捏造一项代志出来，这叫歹事的捏造者，以及背逆父母的人，实际上这拢直接违背摩西10条诫的命令。罗马书第1章31节，做伙来读这4项吼，做伙来读来，无明理，无守约，无情，无怜悯。实际上，上尾这4项
伫原文内底，希腊文拢带否定的字头啊，迄字顶头吼，那个字前面就是否定词啊哈，那个词就是否定词的意思。所以直接翻译会当翻译做无知、无信用、无情感、无灵敏。所以台语的翻译较准吼，台语翻啊真准。透过安尼用来指出人欠缺好所行。罗马书第1章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的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拿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保罗指出人的不义。我讲过吼，这21条头一个叫做不义。同款哦，18节一开始，咱嘛看到上帝对人的不义安怎受气哦。所以伫遐咧讲啥？讲保罗咧指人的不义，毋那互家己沉沦，嘛互别人甲因做伙伫罪恶中沉沦。上时这嘛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提到死这项代志，咱有读到吼，应该死。这其实咧有个未来，咱读到第5章12节到14节，以及第7章的7节到11节的时，保罗伫遐咧讲罪会带来死的讨论。所以我要留到迄个时阵，他来讨论这项代志，迄个死这项代志。所以咱未来阁会读到啦，吼，第5章的12节到14节，以及第7章的7节到11节，咱阁会读到这项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其实咧讲啥物话？咱的罪会带来死亡。卡巴特是安尼讲，讲咱离上帝上远，背离上帝太多。人有罪孽是伊的毋对，伊的死是伊的命运。所以卡巴特用黑暗暝这个标题来讲罗马书第1章。斯多德牧师咧注解这段的时阵，咧讲保罗呈现人违背上帝一份互人悲伤的清单。虽然伊说明人类罪性的普世性，总是伊无袂记这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因为保罗是用上帝的义做这段的开始。啥物话叫做上帝的义？上帝的义是用合伫义的方式，将所有的不义变做义。听有意思吼？爱符合上帝的标准啊！所以上帝先将这个标准讲出来，爱符合伊的义，所以这就叫做伊的听。因为伫上帝的义内底，保罗才敢将人不义的太过全部拢写出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亲像哥伦比亚的作家马奎斯，伊上出名的迄本册叫做《百年孤寂》内底安尼写。伊讲世界太新，真侪代志无名，需要用手去记。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阵，伊已经见识到一个新的世界。伊伫遐见证到人对落的本性，人过了一种违背上帝心意的生活。伊伫遐见证到一个充满罪性的社会。所以，伫伊的批内底，伊就将这个罪一个来写出来。
因为伊知影，当上帝看到这个罪，上帝一定会生气。上帝将人交付伫这个罪内底，互因家己担着迄个罪恶的结果，这体现了伊的生气。这叫做伊的义，这叫做上主的义。总是安怎伊会生气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什么人会对咱生气？某一个部分，迄嘛是对咱的疼，听有意思哦。上帝用迄个真强烈的情感对咱生气，这也代表福音。这就是伊的疼甲怜悯。这就亲像斯多特牧师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，伊讲福音讲的是上帝的真相，福音准备要互咱彻底弃旧换新，福音要宣告咱要变做自由，宣告赦免咱的罪，宣告生一定会赢过死。做伙来祈祷，主求你怜悯阮，阮知阮有时阵真正互你受气。主求你怜悯阮有罪，有当时啊，阮离开你，阮知。主求你赦免阮，总是阮相信。当你有对阮受气，阮就知你疼阮，你怜悯阮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引带阮行伫你爱阮所行的路里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